個故事是我父親的親身經歷。有一日，我媽媽約了朋友打麻雀，佢一早就通知我哋嗰晚佢唔返嚟煮飯，要我哋自己搞掂。我阿爸就收工後同朋友出去食完飯先返。當晚我爸同朋友食完晚飯就返屋企。當時是夜晚9點幾，佢入到大堂時見到有另一個男人似乎正在等同一部 lift。我阿爸冇為意咁多，企咗喺男人前面，背向住個男人等 lift 到好快部 lift 到咗。於是我阿爸如常入 lift， 按樓層後，我爸就伸轉身企入 lift 入面。原先喺佢後面嗰個人唔見咗，佢又伸個頭出 lift 望下，但一個人都冇。雖然感覺有點奇怪，但佢唔想深究落去，於是按關門掣，部 lift 大約上了3至4秒時間。我爸見到有一隻手從佢右手邊膊頭上少少的位置，好似慢動作咁伸去嗰排按鈕度冚咗其中一個樓層，然後隻手再慢慢縮返去後面。其實最初我阿爸按完掣後，佢差不多貼住右邊度長企，而嗰隻手仲要喺佢右邊位置伸去撳掣。細心思考下就會發現人係冇可能做到呢個動作。我爸當時冇做任何反應，當見到 lift 門開，佢衝出 lift 門後，竟然夠膽望返入 lift。佢見到一個全身綠色的男人，最顯眼是佢個肚插住一把刀。我爸立即衝返屋企，狂拍門。佢突然感覺個肚好痛。我爸因為太驚，所以暈咗喺屋外面。直到我媽打完牌返屋企見到佢，我媽仲以為佢飲醉，所以瞓響門口。所以到最後到底係點，我都唔清楚了。成件事就係咁多。